喺娛樂圈當中有咁樣一對離婚夫妻，喺佢哋前20年嘅人生當中，可謂無風無浪、無波無瀾，堪稱恩愛典範。但係喺離婚之後，就突然變得狗血淋漓、相虐相殺，恨不得將最錐心嘅刀拮向對方。講嘅就係歐倩怡同埋郭晉安。前段時間歐倩怡新歡曝光嘅新聞洗版港媒頭版頭條，話說有記者發現歐倩怡就同一位地中海大叔疑似係熱戀中。呢位新歡身形高大，戴住黑框眼鏡，留住少少嘅鬍鬚，同歐倩怡年紀相仿，但係個頭就有少少地中海。雖然外形平平無奇，但係勝在財力唔錯啊。當日歐倩怡出席完一場慈善活動之後，就匆匆忙忙咁樣離開。新歡就已經開住個白色 Benz 喺附近等候啦。歐倩怡見到佢馬上就露出笑容，坐上咗副駕。兩個人隨後就到達商場嘅一家西餐廳食飯，全程細聲講大聲笑。歐倩怡更加係講到手舞足蹈，而新歡就係邊食邊聽，時不時仲甜笑對望，熱戀中嘅火花迸發。咁食飽飯離開嘅時候，新歡仲幫歐倩怡孭袋，而喺去往停車場嘅路上，可能路人比較少，熱戀中日情難自禁。歐倩怡仲主動翹住男方嘅手臂，甜蜜之情日於言表啊！而喺新聞發酵咗1日之後，歐倩怡終於發聲啦，佢以7個字回覆記者話：唔回應，保持低調。咁睇到呢度，大概就知道啦，新戀情係真嘅，新男朋友都係真嘅。仲記得歐倩怡啱啱宣布離婚嘅時候，就曾經上節目大爆自己會通過交友 APP 嚟認識男士。唔知道佢呢位新歡係咪正係通過呢一種方式嚟認識嘅呢？不過今次歐倩怡嘅新戀情曝光，似乎亦都俾咗正喺度有其熱播嘅前夫郭晉安一記狠狠嘅重擊啊！畢竟前段時間郭晉安先傳出咗一段好假嘅父女戀，話佢就同莊子璇因戲生情。雖然緋聞就好假，但係郭晉安回春嘅狀態就係有目共睹啦。所以有唔少人都話歐倩怡同埋郭晉安離婚之後，郭晉安覺得係一如既往有滋有味，戲就照拍，生活質量亦都絲毫冇下滑。反而歐倩怡就經常都腎窮博眼球。所以呢一次歐倩怡爆出新歡，似乎亦都有要贏過郭晉安嘅意思。嗰個人傳啲假緋聞算乜嘢啊？我呢啲先係真感情、真拍拖。我雖然離咗婚，但係都仲有人追，仲有人愛嘅。我可以比我嗰個冷漠嘅前夫更快揾到第二春。正係因為比拼嘅意味十足，於是有人猜測呢啲追蹤嘅爆料會唔會係歐倩怡刻意為之呢？自己揾記者去跟拍嘅，為嘅就係喺呢場離婚比拼當中贏翻一局。而事實上，郭晉安有緋聞，歐倩怡亦都傳過。舊年嘅年底有報道就話，失婚失業嘅歐倩怡已經簽約新經紀人。呢個經紀人就係比佢細10歲嘅旅遊節目主持人袁學謙。當時嘅報道就話，袁學謙對歐倩怡保護有加，解釋歐倩怡為人簡單真誠，有時候講嘢太真，先會令到觀眾對佢有誤解。因此就一度令到網友猜測兩個人係咪有啲咩親密嘅關係呢？不過隨住歐倩怡嘅新戀情曝光，緋聞亦都告一段落啦。而前妻就密運中，咁郭晉安又喺度做咩呢？隨住郭晉安家姐嘅公司上市，郭晉安嘅身家亦都水漲船高啊！仲有郭晉安嘅密友爆料話，而家回復單身嘅郭晉安只要唔使開工，就會去美容同埋健身，多管齊下做保養，而且仲一改以往低調嘅作風，積極參加朋友嘅聚會，亦都經常活躍喺社交平台，頻頻拍片曝光，可能亦都對尋找另一半非常之上心啊！而年屆60嘅郭晉安最近亦被記者拍到佢一身短褲拖鞋咁樣去買小食，雖然就有少少肚腩仔，但係肌肉結實，確實唔太似60歲嘅人。咁郭晉安日前就接受訪問，罕有咁樣揭開咗呢段婚姻嘅真面目。咁佢就表示兩個人係啱啱拍拖嘅時候，對方千依百順，但係過咗半年之後就開始睇到對方嘅真面目啦。郭晉安就指呢段關係當中有好多嘅操控。雖然佢冇明講自己嘅所作所為，但係佢暗示曾經想歐倩怡附和自己，認為咁樣係可以避免一啲矛盾。等到矛盾真係嚟到嘅時候，佢就選擇冷戰孤立自己，令到對方無所適從。佢清楚自己要嘅係乜嘢，所以佢想安排好所有嘅嘢，但係就被視為係綁架。喺經歷咗呢一段感情嘅波折之後，郭晉安亦都深刻反省咗自己，要修正自己嘅缺點，放低憂慮等等。而喺同子女相處中，郭晉安亦坦言有唔少嘅問題。女兒就係佢嘅小天使，帶俾佢好多嘅支持，但係對兒子嘅要求就好高，自認係一個無理取鬧、好恐怖嘅爸爸。所以喺離婚之後，雖然子女嘅撫養權都交咗俾佢，
但係佢就甚少過問子女嘅教育問題，仍然由歐善儀為主導。咁如今郭晉安呢，好少機會可以見到仔仔，一年呢只係見得10日，所以好珍惜同個仔食飯睇戲嘅時光。而女女呢，亦喺度鋪排要入嘅大學，郭晉安決定唔加以干涉。45歲嘅前妻歐善儀日前就搭上咗地中海新歡，被指呢係連鎖補習社遵理嘅創始人之一。回應戀情嘅時候，歐善儀呢亦都一面甜蜜，並讚揚對方呢人品好。但係到咗郭晉安呢一邊，雖然早前呢就有傳佢同金色森林同劇嘅女兒莊子璇父女戀，不過佢就一再否認緋聞，並冇新戀情。郭晉安被譽為億萬視帝，身家不菲，但係如今已經61歲，性格定型嘅佢再迎合其他人重新戀愛，似乎就有難度。唔少嘅網友就擔心安仔呢孤獨終老，好彩安仔呢始終都抱住開放嘅態度，佢使人唔肯定未來發生嘅事，亦唔會去幻想或者係計劃未來。咁其實郭晉安一步一個腳印行到而家呢個位呢，並唔容易。佢性格中嘅強勢、奇怪，都與佢早年跌宕起伏嘅經歷有關。郭晉安出生於香港一個普通嘅家庭，父親係船廠嘅油漆工人，母親呢就係家庭主婦。1994年，郭晉安喺劇集《笑看風雲》當中出演咗道貌岸然嘅潘浪清，贏得咗千面小生嘅稱號。原本以為呢能夠靠呢個角色一炮而紅，躋身一線，冇諗到同年佢主演嘅《生死狀》，因為題材有關內地冤獄以及係司法不公，劇情太過悲慘，而成為咗無綫當年最低收視嘅黃金時段播出嘅劇集。而其他嘅作品呢，亦都冇為佢帶嚟演藝事業上嘅突破，光芒呢亦都逐漸被其他演員，例如歐陽震華、張衛健、陶大宇、黎明、郭富城、謝伊健等等蓋過咗。2002年，佢終於遇上到事業嘅轉折點，喺劇集《昂夫成龍》當中飾演阿旺，創造咗收視神話，更加令到佢成功奪得首個最佳男主角嘅寶座。2005年，佢憑借住《阿旺新傳》現代版阿旺一角，再度大熱奪得萬千星輝賀台慶2005嘅最佳男主角。2014年，郭晉安就主演時裝懸疑劇《中間人》，飾演奸詐嘅殘疾大律師高志恒 Matt 呢個角色3度奪得視帝，追平咗羅嘉良、黎耀祥紀錄。此外，郭晉安嘅保健產品生意亦都越做越大，被指身家5億，從徹徹底底嘅輸家變成咗人人追捧嘅贏家，令到佢亦都好想喺屋企中獲得主導權。據悉，郭晉安一娶咗歐善儀就禁止對方再做幕前嘅工作，淨係俾佢安安心心咁樣喺屋企守住家庭、教育兒女，從而令到自己可以有足夠嘅時間、空間同埋精力外出搏殺啦。咁係因為佢同千千萬萬嘅男人一樣，都覺得只要唔出軌、唔家暴，定時攞錢返屋企，偶爾陪一陪老婆仔女，就盡到咗做丈夫同埋爸爸嘅責任。但係只可惜，歐善儀需要嘅唔單單係呢一啲，仲有情緒價值同埋個人價值。咁喺情緒價值方面，從細就冇享受過咩家庭溫暖嘅安仔明顯就冇太多嘅能量去付出愛同埋溫暖噶啦。咁至於個人價值呢一塊呢，歐善儀啱啱又係一個高需求嘅女人，冇錯。如果歐善儀係一般嘅嗰啲安於以沙煲罌罉為舞台嘅賢妻良母，咁佢哋呢段婚姻呢，點都唔會走到分崩離析嘅地步。但係只可惜歐善儀就心比天高啦。嗰啲日以繼夜繁瑣嘅家頭細務，對於佢嚟講既冇用又折磨。係歐善儀曾經喺離婚之後透露，佢做全職家庭主婦嘅時候一日只可以休息4個鐘，為咗接送小朋友返學放學佢仲試過一日之內開車來回西貢同埋九龍8次。而正因為呢啲繁瑣而沉悶嘅操勞，令到歐善儀心生鬱結，終於喺2019年患上咗重感冒，持續發燒，3度求醫，一度試過半夜3更手中指就好似觸電咁樣，成身喐唔到。面對妻子嘅突發情況，郭晉安一時都不知所措，甚至冇諗過送佢去醫院一直就捱到天光之後先入院留醫。最後發現患上咗嚴重嘅肺積水照咗肺片，身體就好似80到90歲咁樣。一次過患上咗肺炎、肝炎、腸炎、尿道炎，食藥都醫咗半年啦。咁當時面對歐善儀患上咗重病，郭晉安其實亦都意識到老婆嘅苦悶嘅，佢曾經就打算去改變現狀，甚至不惜出錢幫老婆重返校園讀自己中意嘅營養學。只可惜淨係喺呢個讀書上面，兩個人再次產生咗分歧。咁皆因相比起郭晉安俾錢老婆進修嘅目的係為咗息事寧人、安撫情緒，歐善儀進修嘅目的佢係為咗進入安仔嘅家族企業分一杯羹。咁故事講到呢度，大家或者就覺得好奇怪啦。安仔嘅原生家庭唔係一貧如洗嘅咩？邊度嚟嘅家族企業啊？
嗱，各位，呢個家族企業呢，就唔係安植嘅父母創立嘅，而係佢八家姐郭志恩創立嘅。冇錯啊，講到安植嘅八家姐郭志恩，亦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嘅典範。嗱，話說郭志恩年輕嘅時候啊，只係普通醫院嘅一個疲於奔命嘅小護士，後嚟結婚之後就生咗個女，咁個女呢，就不幸患上咗嚴重嘅哮喘。所以郭志恩呢喺幫佢女女求醫問藥嘅過程當中，發現服用蟲草粉可以調理病情，因此就有咗靈感啦。喺1999年呢就創立咗保健品品牌，並且以股權為報酬，聘請喺無綫度做藝人嘅郭晉安嚟做宣傳。咁喺兩姊弟嘅運營宣傳雙管齊下之下，郭志恩創立嘅保健品品牌終於越做越大，形成咗氣候。咁所以我哋唔難理解，眼睇住老公同埋家姐嘅企業做到一定嘅規模啦，野心勃勃嘅歐倩怡呢亦想加入其中。只可惜一嚟歐倩怡從商嘅能力呢確實係唔多掂，二嚟啦，郭晉安呢就有住好多傳統男人嘅思想，始終你係固執咁樣認為原生家庭嘅兄弟姊妹先係自己人，老婆都只係外來人一定要防火防盜防老婆咁樣防住佢。之前港媒有報道，郭晉安持有總價值9000萬港幣嘅房產物業，但係呢啲房產都冇寫女方嘅名字，淨係得郭晉安一個人嘅名。而咁樣一邊倒式嘅婚姻當中，歐倩怡仲要無條件照顧好屋企中嘅大小事，甚至係冇工資嘅。所以話喺呢段18年嘅婚姻當中，佢哋嘅矛盾早已經埋下。如今兩個人分開，或者就係最好嘅選擇。子女都已經長大啦，各自都可以尋覓更好嘅自己，過更好嘅生活。